空出 key 啦！四台聯乘 Before Travel 旅遊數據 SIM 卡最新優惠炸裂出場，為慶祝中華職棒第37個球季開始，由即日起至到6月30號，透過我哋購買 Before Travel 任何台灣數據卡，每張即減港幣3蚊。最新推出台日兩地卡，每張即減港幣7蚊。去台灣、日本睇波 shopping 嘅你，快啲揾我哋嚟買卡啦！本優惠不得與頻道截圖優惠同時使用，活動解釋權由 Red 嘅生活台、數碼港呢啲 EV 無聊小站及兵家嘗試 YouTube Channel 全權擁有。睇完節目之後，記住撳個訂閱掣，同埋幫手睇埋個廣告啊！好，大家好，咁又歡迎翻到嚟兵家嘗試嘅 YouTube Channel 啊，咁我係 EV 啦，咁啊今日翻到嚟嘅節目咧，繼續係問兵所答啊，咁啊呢一集嘅問兵所答啦，繼續都係這個冠軍不容易嘅系列啊，咁樣，咁啊 ESPN 啦，咁啊亦都啦叫做有其他嘅媒體啦，亦都引述咗啦，咁啊關於我哋老細啊高安基嘅一篇非常之長篇嘅專訪，咁啊當中啦包括咗奪冠嘅感受啦，咁啊之前俾球迷唔中意嘅感受啦，咁啊亦都啦咁啊一啲嘅隊裏邊嘅球員點樣加盟啊，嗰個嘅隊內氣氛啊，佢有啲乜嘢嘅睇法，咁啊嚟緊球場擴建嘅重建計劃又點樣呢？咁樣咁啊，所以咧好多嘅信息啦吓，咁啊喺呢一篇嘅報道裏邊咧，咁啊滲透咗出到嚟，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即刻睇一睇究竟呢一篇嘅報道咧講啲乜嘢，咁所以咧咁啊呢一個嘅標題啦都幾有趣嘅，叫高安基啦點樣終結阿仙奴呢一個開玩笑嘅時代，兼且啦咁啊拎到呢一個英超冠軍啦。好啦，咁啊文章一開頭咧就話啦，高安基咧一直聲稱想幫阿仙奴拎冠軍啦，咁但係咁多年以嚟啦，阿仙奴嘅球迷咧都唔當係真嘅，因為根本都冇人信佢哋嘅。咁但係上個禮拜日咧，高安基同埋佢個仔阿祖樹高安基咧，咁就將呢一個大家都夢寐以求嘅獎杯啦，喺水晶宮嘅球場嗰度咧，咁啊將佢咧直接交咗俾呢一個嘅阿迪達啦，佢嘅教練組啦，同埋咧在場有3000幾個阿仙奴球迷咧就見證住嗰一刻。最尾啦，呢幾步咧雖然行得好短，咁但係對於呢一個嘅家族嚟講咧，可以話咧係最甜蜜嘅一個嘅時刻啦。因為咧佢哋曾經咧非常之令到人哋咧咁就討厭啦，以至於啦酋長球場咧喺出外啦，咁啊亦都經常啦嚇咁啊有一啲嘅抗議嘅活動啦，要求佢哋離開啦下台咁樣。咁啊細高安基啦回憶咁樣講咗番説話，佢哋係咪想將我哋擺喺條燈柱上吊喺度上到嚟，然之後喺度批鬥㗎？佢講緊嘅咧係阿仙奴啦，咁啊2021年咁喺呢一個嘅歐洲超級聯賽之後啦，叫做參與失敗之後嘅一個嘅叫做遊行嘅咁樣。咁啊當然啦，呢一個項目啦咁多年嚟啦，咁都未能夠成功推行啦。咁啊亦都啦，喺嗰個嘅推行嘅叫做進度啊，或者係參與嗰一個嘅叫做決定咧，係引起咗好多人嘅不滿嘅。咁啊亦都啦，咁啊最初嘅呢啲咁樣嘅嘲諷聲啊、噓聲啊咁樣，咁但係啦，咁啊而去到上個禮拜嗰一刻，咁啊終於咧叫做有所嘅改進啦。呢一個段嘅旅程啦，堪稱啦係少數老闆啦可以經歷嘅一啲嘅蛻變啦。KSE 咧喺07年啦首次咧咁就買入咗阿仙奴少數嘅股權啦，咁啊去到18年先至叫做完整控制住呢一個嘅阿仙奴，咁而8年之後啦，阿仙奴咧就拎到呢一個英超獎杯啦。咁啊祖樹高安基係咁講嘅，佢就話啦，能夠同爸爸一齊喺呢個球場穿過呢個球場舉起獎杯，係呢一世都永遠唔會唔記得嘅事情嚟嘅咁樣。咁啊，佢喺呢一個嘅訓練中心嗰度係咁樣同記者講嘅，佢就話啦，我當時就問爸爸，我哋可唔可以一齊經歷呢一個時刻呢？如果唔係我哋兩個人可以做呢件事嘅，希望由爸爸自己一個人嚟完成，因為我哋都知道我哋喺呢度經歷咗好多嘢。你知道啦，人生有一啲嘅時刻咧係冇辦法重現嘅。對於我嚟講啦，呢一個咧絕對係其中之一。咁當然啦，成功嘅喜悅咧，或者啦仲喺度慢慢沉澱緊。近年嚟啦，身為聯合主席嘅祖樹高安基啦，喺阿仙奴嘅影響力啦係日益增強嘅。咁但係佢嘅時間其實都好寶貴嘅，因為啦 KSE 旗下啦有6支嘅職業球隊，包括咗 NFL 嘅洛杉磯公羊啦、NBA 丹佛金塊啦。丹佛金塊啦 ，NHL 嘅呢一個嘅科羅拉多雪崩隊，咁啊亦都有呢一個 MLS 嘅科羅拉多急流，咁啊同埋呢個嘅曲棍球隊科羅拉多猛馬隊啊。
咁啊，至於啦，根據呢個福布斯嘅報導啦，KSE 啦係全球最具價值嘅運動帝國，佢哋嘅總資產總價值啦，而家高達211.7億美元。祖樹高溫基啦，咁啊嗰陣時咧，正正就喺阿仙奴嘅酋長球場嗰度睇今季倒數最尾第二場嘅比賽，阿仙奴主場1-0險勝般尼。呢一場嘅比賽意味住啦，曼城一定要贏般尼茅夫啦，先至有繼續爭冠嘅希望。當球員啦同埋工作人員一齊喺呢一個嘅科爾尼訓練中心嗰度睇比賽嘅情況之下啦，咁啊呢個嘅高安基啦，即係細高安基啦，已經搭飛機咧飛緊過到嚟英國啦。好啦，咁啊呢一個嘅sorry 翻美國係翻美國啊。好啦，星期二嘅凌晨啦，佢就話啦，睇完般尼嗰場比賽我就飛走咗啦，咁啊準備翻美國。本來咧真係諗住翻嚟咧睇呢一個水晶宮嘅比賽嘅。咁啊，每一次咧離開嘅情況之下，都會同呢一班手足講：唉，唔好擔心聽日嘅事啦，集中精力打之後嘅比賽啦。無論點都好，都要贏噶。結果啦，飛翻美國嘅途中，般尼茅夫就入波啦。嗰時咧，你冇可能唔關注場比賽嘅。咁所以啦，由佢翻屋企嗰條道路咧，就一直喺度睇緊嗰場比賽。夏蘭特啦喺呢個補時嘅階段啦，幫曼城攀平比賽。咁但係呢一場嘅平局唔足以啦延續嗰場冠軍嘅爭奪戰。阿仙奴咧最終拎得呢一個嘅冠軍，幾千個球迷喺酋長球場出邊咁樣，然之後阿仙奴嘅球員同埋工作人員啦陷入咗一個瘋狂慶祝嘅歡喜之中。第二日嘅凌晨5點啦，依然有幾個球員啦喺酋長球場出邊慶祝緊。細高安基話啦，我第一個電話打咗俾老豆，第二個電話打咗俾阿迪達。然之後咧，盡量聯繫更加多嘅人啦。咁但係佢哋嗰時都慶祝緊，當然啦，都知道冇人會聽電話噶啦。咁但係最尾咧，都有一個人聽咗佢嘅電話。嗰個人係邊一個咧？Lawrence。而呢個 Lawrence 係邊一個咧？係阿仙奴嘅首席通訊官。佢就話同佢做咗個視像電話啦。呢一個電話啦，喺間房裏邊傳嚟傳去。佢嗰時就坐咗喺度，情緒好激動嘅，因為電話喺間房裏邊傳嚟傳去，見到每一個人咧都充滿咗非常之熱烈嘅情緒啊！同爸爸傾偈啦，充滿咗喜悅啦，同佢用唔同嘅方式度過咗呢一切。當時喺般尼嘅現場睇緊嗰場波啦，即係酋長球場咧睇緊般尼嗰場波啦，而佢就喺呢一個美國嗰度咧就睇緊呢個美式嘅欖球嘅比賽。好啦，而情況咧就逐漸成形啦。咁啊，房裏邊仲有其他英超球隊嘅老細啦，佢哋紛紛過嚟咧祝賀緊呢一個嘅大高安基，係一個好有趣嘅時刻啦。同美國嘅情況好唔同啊，咁但係咧，我哋感同身受，以唔同嘅方式咧感覺到自豪嘅。KSE 啦，的確經歷過風風雨雨啊。曾經有一段時間啊，阿仙奴咧好似永無止境咁樣喺度飄嚟飄去，甚至乎啦俾一啲不滿嘅球迷咧指責。你根本都冇擺到錢落嚟，根本對於阿仙奴你冇任何嘅興趣，冇任何嘅付出。咁啊，曾經啦同曼聯一齊並駕齊驅嘅阿仙奴，去到18年雲加嘅執教就走向尾聲啦。繼任者艾馬利啦，亦都未能夠扭轉呢個嘅劣勢。19年嘅歐霸杯嘅決賽啦，1-4輸俾車路士，亦都冇咗個歐冠嘅資格，亦都令到16個嘅球迷團體同埋一啲嘅知名嘅支持者啦。喺19年嘅7月聯名去信老細，問我哋好關心球隊㗎，咁但係你哋呢？高安基係咁講嘅。對於我嚟講咧，嗰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時刻啦，因為喺一啲 fans 嘅角度嚟講啦，呢一件事呢都係非常非常之精心策劃嘅。佢話啦，當我見到嗰一幕嘅情況之下啦，我明白到一啲嘢，但係嗰時其實我喺幕後投入咗好多嘅時間、精力同埋情感。嗰陣時嘅情況係你知㗎啦，球會嘅結構由公開交易嘅模式轉變成為完全私有化。對於我哋嚟講啦，係真正能夠令到我哋感覺到自己擁有咗呢間球會嘅重大時刻。咁但係啦，作為一個投資者同埋控股嘅股東啦，喺唔同嘅時間，各方嘅利益咧係互相衝突嘅，要釐清呢一啲嘅矛盾啦，唔係容易嘅事。咁所以8年之後嘅今日啦，人咧就應該能夠明白啦，我哋喺情感、經濟同埋時間上面咧，都擺咗好大嘅熱情啦。咁啊，復興嘅之路啦，唔係話一帆風順嘅。伊度啊、阿迪達啊，都分別啦咁啊，制定咗一個5個階段嘅計劃咧，嚟到重整呢間嘅球會，而且計劃咧亦都得到老闆嘅准許。高安基話：我同阿迪達承諾過嘅，我盡可能留多啲時間喺呢一度啦。
嗰一年12月，我記得我嚟過3至到4次啦，咁啊參與一啲叫做隱瞞嘅工作啦。咁啊之後咧2月底咧又嚟咗一次，開始制定一啲唔同嘅計劃，因為我哋開始啦有一啲嘅時間出現咗。然之後咧覺得啦係有史以嚟最黐線嘅一件事啊，亦都係一個最黐線嘅事情真係發生咗，係新冠疫情。嗰個係一個非常之有意思嘅 moment 嚟嘅。阿迪達啱啱嚟到球隊，咁但係我就冇辦法兌現我嗰陣時對於大家嘅承諾。唔單止係咁啊，嗰時我仲覺得球會一定要團結起上嚟啦，做一啲非常之艱難嘅對話，因為突然之間你唔可以唔面對嘅。一直問緊自己嘅問題就係，當世界都停止運轉嘅情況之下，究竟應該要點樣做準備呢？喺呢個過渡階段啦，亦都即係話2月啱啱嚟到嘅情況之下啦，開始同之前嘅董事長啊，咁啊呢一個嘅海斯維克爵士啦，咪一齊傾下偈。嗰時咧一齊食 lunch 啦，討論下球會嘅所有嘢啦，兼且咧嗰時球會啱啱先私有化啦，越嚟越多討論球會嘅未來。好記得有一日食晏嘅時間，我同佢講：你知唔知啊？喺美國咧，我哋有陣時咧不得不退一步，我哋先至繼續行得上前嘅。咁所以認為某一啲嘅時間咧，我哋都應該要咁樣做。佢笑一笑，表示同意嘅。之後望住我 ，Oh my God，阿仙奴千祈唔好降班啊！我會話盡我所能啦，努力做到最好啦。咁當然啦，呢一個嘅舉動唔係降班，而係無情咁樣 cut 球隊嘅 budget。有9個球員啦，支付咗遣散費啦，等佢哋離開呢間嘅球會啦。咁當然啦，好多人都會擔心球隊嘅水平咧會因此下降，更衣室嘅文化啦亦都會受到損害。佢話啦，米基爾啦，即係阿迪達啦，會用唔同嘅方式嚟到比喻同埋解釋嘅。無論你而家究竟喺條船上邊定係喺條船外邊。高安基話：有時候啦，我哋遇上嘅人啦，唔單止唔喺條船上邊啊，仲喺水底啊，用條繩嘗試將佢哋拉落去。我哋必須咧要知道呢啲人係咩人，兼且咧諗辦法去剪斷嗰一啲繩，亦都即係話有一啲嘅球員啦，可能其實係一啲嘅負累嚟噶。同時間啊，阿仙奴亦都要發掘啦一啲能夠構成阿仙奴新陣容核心嘅年輕人。高安基話：我同梅迪薩卡啦，即係而家嘅青訓主任，亦都今年離開嘅呢個人咧，做咗次好好嘅對話。最記得喺巴庫嘅嗰場嘅歐霸盃決賽之後啦，問到呢一個嘅利物浦嘅中堅雲迪克，1-2年之前咧，佢先加盟利物浦啫嘛。高安基話：我哋點樣先至可以將啲咁樣嘅球員招募到我哋嘅體系度呢？梅迪薩卡話：除非你有1億英鎊咯，如果唔係嘅話，你唔使諗噶啦。咁然之後，高安基自己就問：咁你覺得歐洲最好嘅後衛係邊一個呢？梅迪薩卡毫不猶豫咁樣轉過嚟話：沙列巴咯。好啦，結果阿仙奴啦，咁啊亦都咧用呢一個嘅2700萬英鎊啦，咁啊由呢個嘅聖伊天啊簽咗沙列巴。咁但係佢嚟緊嗰3年咧，都一直咧就租借出去嗰噃。咁啊而根據 ESPN 嘅報導啦，球會內部好多人啦都質疑過呢一個中堅啦，可唔可以成長為頂級嘅後衛？咁啊至於啦，22-23年啦，佢正式入到阿迪達嘅球隊，亦都確立咗自己成為啦歐洲頂級中堅嘅其中一個嘅地位。我同阿迪達都經常而家再拎呢件事嚟開下玩笑嘅，因為過咗好耐咧，先至同佢講呢一個嘅故事。嗰陣時咧，我哋簽沙列巴啦，佢租借出去嗰2個賽季，等佢翻嚟嘅情況之下，我哋亦都處於緊阿迪達過渡緊嘅一個嘅階段。關於佢翻嚟球隊，一開始大家都有好多嘅諗法嘅，呢啲諗法都討論得好透徹嘅。高安基講到啦，至於具體細節咧，就交俾你哋自己想象啦。嗰時喺美國，心裏邊一直喺度笑，一路喺度諗，唔該啊，俾呢個僆仔叫做成長啊，呢個僆仔一定要打得上去噶，如果唔係嘅話，好大鑊噶。然之後咧就係巨額支出嘅部分啦。2018年啦，將球會私有化之後啦，曾經被認為啦，咁啊因為呢個財政魄力唔夠而飽受批評嘅 KSE 咧，開始喺轉會窗裏邊咧投入巨資。阿迪達執教嘅期間啦，總支出咧接近10億英鎊啊！其中最令人關注嘅簽約啦，就係呢一個2023年用咗1.05億英鎊啦，喺韋斯咸簽咗迪勤懷斯翻到嚟。佢認為啦，喺18年之前咧，呢一種嘅交易咧係冇可能發生嘅。當呢個球員嘅整個嘅計劃逐漸成型啦，
再記得伊度啦、阿迪達啦、Tim Lewis 啦，跟住呢一個嘅 Garrick 啦，都喺呢一個嘅會議室第一次詳細講解咗呢一筆嘅交易。嗰時好驚訝嘅，因為我唔知道我哋係咪真係去到一個可以簽一個咁樣嘅球員嘅階段，所以問咗阿迪達幾個關於咧點樣會用佢嘅問題啦。以前從來冇問過呢方面嘅嘢嘅，主要嘅問題就係，喂，既然我哋使咁多錢，咁你就話俾我聽你要點樣用佢啦，因為佢應該係嗰種即插即用嘅球員嚟噶嘛，佢應該即刻融入到正選嘅陣容裏邊，即刻發揮到作用啦。但係既然我哋使咁多錢，咁究竟我哋得到一個乜嘢嘅領袖呢？我就覺得好似阿迪達之前嘅講法一樣，當你坐喺度同迪勤懷斯傾偈嘅情況之下呢，你會好清楚佢係一個咩嘢人嚟嘅，佢有幾專注，咁樣你就可以更加接受佢嘅身價點解咁貴啦。咁但係當然啦，唔意味住咁樣就代表符合到我哋財務嘅模式。對於我哋嘅所有人嚟講咧，呢一個咧係一個好重要嘅 moment 嚟嘅。舊年夏天啦，呢度卸任咗之後咧，巴達就被任命為體育總監。之前啦喺馬體會度做咗12年嘢噶啦，幫球隊嘅投入啦增添咗好多嘅專業知識。佢嚟到嘅情況之下啦，我啱啱喺度同一啲人咧啱啱食咗餐飯，好少咧做啲咁樣嘅嘢嘅。咁但係咧，當巴達咧都喺在場嘅情況之下啦，帶佢哋嚟咧就另有目的啦，只係想俾佢哋見下我啲 friend 啦。好啦，我係入到巴達間房啦，將我哋隻冠軍戒指擺咗出到嚟，我就話啦，呢一個就係我哋嚟到嘅原因啦。所以啦，我哋開始思考嘅情況之下，呢一個就係我哋努力嘅方向啦。而佢好仔細咁樣望緊嗰一啲冠軍嘅戒指。而家啦，阿仙奴嘅獎牌季啦，終於再增加一個英超嘅冠軍獎牌。季尾衝刺嘅階段啦，可以話舉步維艱嘅。而高安基亦都承認啦，咁啊2月作客2-2打和狼隊嗰場比賽係令人沮喪嘅。仲話咧嗰場比賽佢自己一個人喺屋企度睇，激到爆炸。1個月之後啦，杜文仔喺對愛華頓嘅比賽入咗波之後，幫球隊鎖定勝局。高安基回想起嗰時嘅情形就話：我嗰時睇緊比賽啦，嗰時啱啱領養咗隻狗仔，所以當杜文仔開始跑嘅情況之下啦，我跳咗上嚟，然之後嚇親咗隻狗啊！我嗰時望住電視大聲咁樣叫，而嗰隻狗就喺我隔籬嗰個地板嗰度瀨咗督尿。呢一個嘅情緒嘅描述，可能正正就代表咗呢一個老細對於阿仙奴嘅成績或者係嗰個嘅動態幾咁着緊啦。又或者係 KRC 呢間公司豐富嘅體育知識啦，又或者係嗰次衝擊帶嚟嘅緊張感。高安基啦，對於阿仙奴可以能夠開始呢一個統治嘅時代嘅想法咧係有保留嘅，因為哥迪奧拿離開咗曼城啦，史洛喺利物浦面臨住壓力，沙比亞朗素喺車路士仲未能夠發揮到實力。而之前嗰幾日啦，佢話佢同沙卡姐傾咗傾嘅，佢同佢講：我哋對於球隊而家擁有嘅一切咧係無比自豪嘅。我唔記得咗佢具體問咗我啲乜嘢，但係我答啦，沙卡仔，你哋呢幾年一直都具備咗贏波嘅能力，但係冇人願意承認嘅係喺最高嘅比賽裏邊，你要有少少運氣嘅，你需要球證吹正確嘅雞聲，你需要一啲球員保持健康，而恰恰我哋之前就係冇咗呢一樣嘢咯。至於啦，同阿迪達嘅續約啦，當然非常之緊要啦。佢而家同阿仙奴嘅合約啦，得返12個月。咁啊，如果咧要講呢一切嘅功勞要歸咎於俾某一個人嘅，會100%咁樣將呢個功勞咧俾咗阿迪達啦，佢嘅團隊啦，佢嘅球員啦，就係佢哋。阿迪達啦固然喺制定一啲嘅戰術啦，咁但係球員咧亦都要上陣比賽啦，必須要為球隊啦贏得一啲嘅勝利。留住阿迪達係重中之重嚟嘅。認為咧，對於全世界嘅阿仙奴球迷嚟講，好消息嘅係佢好 enjoy 呢一個嘅項目，好 enjoy 喺呢度嘅時光。由佢球員嘅年代到而家，佢始終都係一個徹頭徹尾有阿仙奴基因嘅人。喺球隊啦離開咗高布利20年之後啦，嚟緊啦酋長球場嘅升級改善啦，會係下一個嘅目標。具體方案咧就仲未決定嘅。高安基咧就話啦，而家制定緊噶啦。喺美國咧亦都經常咧對自己球隊轄下嘅設施啦、球隊啦做關於相應嘅改造，對呢一樣嘢咧好自豪嘅。我哋嚟到嚟呢一度，希望真正為阿仙奴嘅球迷帶嚟比而家更加好嘅比賽日經驗啦。咁但係而家啦，阿仙奴要將個注意力啦擺咗喺對巴黎聖日耳門嘅呢一個嘅歐冠決賽裏邊啦，希望能夠爭取到阿仙奴首個嘅歐洲冠軍獎杯。無論點都好啦，咁啊星期日啦，北倫敦咧都一定會有幾十萬個阿仙奴球迷參與盛大嘅慶祝遊行噶啦。
高安基啦，都幾難以置信球會啦已經翻嚟到呢個英格蘭足壇嘅最高嘅頂峰。我知道啦，我哋係一個沉睡緊嘅巨獸，必須用一個嘅方式啦喚醒佢。佢話啦，社交媒體嘅年代啦，我哋從來未有過咁樣嘅團隊，社交媒體不斷發展，咁啊 Twitter 同埋之所有嘅一切咧都發生緊變化，信息嘅即時傳播啦，呢啲開玩笑嘅年代啦，我哋都好清楚知道發生緊咩嘢事啊。上個禮拜啦，我啱啱46歲啦，我由細就喺啲咁樣嘅環境裏面成長，親眼見證到呢一切。我諗呢一個就係我覺得好自豪嘅原因啦。曾經有一段時間，你幾乎係一個隱藏嘅阿仙奴球迷，你依然都係一個睇波嘅球迷嚟嘅。咁但係有時個個對你指手畫腳，你亦都唔夠膽去表達自己嘅熱情。咁但係當我而家揸車過嚟嘅情況之下，見到大家都咁熱情去表達自己嘅情感，每個揸住單車嘅人都着住阿仙奴波衫，而家倫敦周圍都有着住阿仙奴波衫嘅人，見到呢一啲嘅場景真係非常之自豪啊！咁你可想而知，見到呢一個細老細坐咗落嚟之後，真係對於球會佢係用感情用愛嚟到營運緊呢一件事情嘅。咁所以對於阿仙奴嚟講，都係一個幾幸福嘅事情嚟嘅。咁希望之後我哋能夠更進一步啦。好啦，咁啊，以上咁啊同大家分享呢一個嚟自高安基嘅冠軍採訪。呢個冠軍真係得嚟不易噶，由俾大家唾棄，去到而家大家認同佢嘅成就，我諗對於細高安基嚟講，呢一個亦都係爸爸俾佢嘅任務，佢亦都而家履行得非常之好。希望嚟緊繼續做落去啦。好啦，咁啊，以上咧就係今日咁啊呢個問兵所答為大家帶嚟嘅內容啦。咁啊，節目時間亦都嚟到嚟呢一度，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住幣頻道嘅運作，繼續 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咁啊，上方有 PayMe code，咁可以着兩打賞啦，或者 join EV 無恥黑錢會員10蚊一個月，或者用 Super Fans 功能咧打賞嘅。咁當然多謝 Number 7，多謝一站式，多謝 Before Travel， 多謝 EE Shop 為我哋提供訂閱者折扣優惠，詳情留意翻資訊欄裏邊嘅公佈。另外 EV 開啟咗 Patreon 功能，一個2毫半美金一個月，詳情留意翻 Patreon/EV4633 度支持下。好啦，節目時間嚟到嚟呢一度，咁我哋稍後時段啦，再同大家見面。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集再見，拜拜。